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東蘭閣，睇一個兩房單位，面積係368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，請訂閱 Six Seven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。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長沙灣嘅東蘭閣係位於東沙道街163號 E， 係1968年入伙嘅。轉返右手邊，去返長沙灣地鐵站，大概係4分鐘。樓底9尺高，2尺乘2尺米白色嘅條紋磚地，係一個係直廳咁樣嘅。咁啊好特別喎，個牆身呢，兩邊就加咗呢個防火板咁樣嘅物料啦。咁啊每塊板嘅之間呢，就有啲金屬，即係金金地色嘅一啲邊框咁樣。咁啊，佈滿晒成間屋，咁嘅設計咧就係真係好特別嚇。咁啊，上邊咧由呢個細塊啲啦，即係包住晒喎，成個客廳四面包住晒。咁啊，仲有個天花線添。啊，咁樣真係好襟污糟啊，非常容易清潔。咁啊，右手邊咧，有個巴士門嘅廚房，一個緊廚。緊廚咧就望翻呢個叫光井啦，上面有通天嘅光井，其實幾乾淨啦，而家算係啊。嗰啲即係牆身咧都係有裝修維修過啦。咁啊呢個位置好闊落咧，咁啊擺晒咧雪櫃、洗衣機都得啦，好巨型嘅廚房啦。都啲廚櫃都幾靚喎，墨綠色做主色，雙頭嘅明火主色，玩兩個咁大嘅抽氣扇，夠晒力啦。好，咁啊呢個睇電視咧，我自己就會係即係打對面啦，呢度左右咁樣睇電視。咁啊餐台咧可以固定喺呢幅牆呢邊。洗手間都好時正嚇，好闊落，一個打橫嘅長方形，儲水式熱水爐，呢個咧沖涼位都幾深嘅。經過呢個圓拱門咧，就入到兩間房間，咁啊兩間都好大喎，呢間房間。我望下個景先呢邊咧就係啦，屬於內即係內邊啦嚇，叫做冇望到街嘅，咁啊都好光猛，高層呢個單位係嗰個4隻窗啊，活動開窗，咁啊擺個雙人床咧，綽綽有餘啊。咁啊房間咧呢一隻咧就用咗係另一種物料嚟喎，頭先敲落去咧就有聲，呢個冇聲嚟嘅啫。即係牆類似牆紙嘅物料，雙人床可以咁擺。呢邊咧就窗位咧有少一隻3隻窗，但係房間係大啲嘅呢邊嚇，呢度擺到5尺床就得啦。咁啊衣櫃咧通常擺呢邊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個片再見。